谢谢大王爷。意思就是讲看到我啥子，俺们买到就听到我多，师傅就是他们过这些日子，听到大王爷必须得没朋友，最终把它补给，那是。
们那个根本提出来的那几种那个你他们的都是来学一些，我们是来这里拿下，还得要这里拿下，你这个那个不能说的要学，从现在是刚刚说，现在你他们的都是来学一，那个这个是你们对于那个找去学了。
「
deposit reward. Now try.